物价起，钱变薄。伫台东有4间经营外岛客轮的业者，即马嘛讲因要甲船票起价。台东来回绿岛起200，台东来回红头树是起400。在地业者是讲起票价各不中，但过度业者烦恼会影响观光。台东县离岛的绿岛甲兰屿，平均每年大约有50万人次去旅游，由4间客轮业者来经营离岛的航线。建团式业者以营运成本逐年增加为理由，要来甲这个船票票价起价。已经有1间业者向航港局完成备查，卖票所在电视看板也显示这个起价票价。绿岛来回票对原先的1120块要起到1320块，兰屿来回的票对原先2400块要起到2800块。不过当地民众甲游客拢无希望起价，因烦恼会影响这个观光。可能会稍微考虑一下，但是想去还是会去啊。因为你进去绿岛，你又多花那个200多块，有些人就会觉得，可能他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了。就是离岛观光的小价业者也未起价，可能要等到明年。另外，也有3间客轮业者也拍算要跟咧起价，陆续送件到航港局来审核。台东县政府讲，业者调整这个票价，官府是无多干涉，不过要求业者爱顾及这离岛民众交通的权益。那影响的部分，目前我们了解起来是针对游客的部分有规划要调涨，但是对于绿岛乡亲搭乘的部分是不受影响的。官府强调，一旦票价起价，要求客轮业者提升服务品质，包含甲即阵以现金买票方式改做多元行动的支付，也补助业者建造新的客轮，提供游客舒适的海上交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